界線係指區分事物同埋範圍嘅邊線，現實同網絡有界線，公開同私下有界線，人與人之間有界線，情人同朋友之間有界線，直播主同觀眾都有界線。一旦界線模糊，甚至被打破，就有可能發生令人意料唔到嘅結果。2024年7月17號呢一日係星期三，一個普通嘅倫敦傍晚，直播平台上一位來自香港嘅年輕女直播主開啟咗佢嘅直播。佢嘅直播原本只係想同觀眾分享生活同埋遊戲裏嘅點滴，但估唔到呢一場直播成為咗佢人生最後一次直播。短短數十分鐘內，直播中斷，頻道被平台迅速封禁。事後無數網民震驚、難過，甚至失眠，因為佢哋目睹嘅唔只係一場遊戲，而係一場從甜蜜幻想走到無盡黑暗嘅悲劇。呢個就係發生喺2024年香港直播界嘅綠妹事件。大家好，我唔係 Will， 但我今日都想同大家講述一宗香港直播界中令人難以釋懷嘅悲劇。故事源自一個叫 GTA RP 嘅遊戲，遊戲以 GTA 5線上版為基礎，當中嘅 RP 指嘅係 roleplay 角色扮演。根據文化專業分號所指，喺 RP 世界入面，你必須要徹底變成你所設定嘅角色，你要演戲，你要有動機，你要有感情，你要全程開咪同其他角色進行互動，唔能夠打破規矩。其中最大嘅禁忌規矩就係 OOC（Out of Character）， 即係玩家唔能夠突然回歸自己現實嘅身份，玩家必須要100% 投入角色入面，被逮捕就要乖乖地坐監，又或者認真逃獄，被打劫就要立即跪低，否則就會被判定為破壞角色體驗，即係 fail RP。每個人或者都有諗過喺第二個世界重啟人生，成為理想中嘅自己。GTA RP 正給予玩家體驗嘅機會。RP 入面嘅角色同現實中嘅玩家理論上係完全分離。現實上你可以係老客，RP 入面你可以係警察。當入戲同出戲做得理想， GTA RP 可以係玩家嘅第二人生。但實際情況往往強差人意。大部分嘅玩家並冇接受演藝訓練，一旦玩家投入過多真實感情，一旦玩家誤解咗其他玩家嘅角色言行，以為係真人意圖，將戲內戲外嘅事混淆，身份衝突隨之而來。再者，私下玩 RP 都算係自主發展，但如果喺公開直播中玩 RP， 玩家除咗要專注扮演 RP 角色，仲要分心兼顧觀眾反應，甚至被觀眾意見騎劫玩家嘅行為。要喺娛樂觀眾同扮演好角色之間取得一個平衡，並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。萬一失衡，直播主就有可能身陷一場複雜嘅人際關係危機。時間嚟到2024年6月尾7月初，不論香港或者倫敦都正迎接初夏來臨。喺香港嘅直播圈，又有一場 GTA RP 正在上演。喺呢個小眾社群入面，直播主綠妹係一個有一定人氣嘅女直播主。20出頭嘅佢喺遊戲中活潑開朗，同觀眾互動自然，好多人都中意佢嗰份唔做作嘅魅力。包括同為直播主嘅阿秋，32歲嘅阿秋喺現實中曾經係一位電競選手同埋電競解說員。同其他直播主一樣，佢同樣活躍於 RP 圈。同綠妹喺 RP 世界相遇後，兩人開始扮演一對情侶角色，遊走喺樂聖都嘅街頭上，一齊經歷幫派故事、日常生活、甜蜜互動。佢哋嘅 RP 情侶關係維持咗大約2個星期。觀眾喺聊天室睇到佢哋嘅互動，有人祝福，有人只係當作娛樂。綠妹喺遊戲中係個投入嘅玩家，佢享受角色扮演帶嚟嘅自由。阿秋則似乎對呢一段關係投入咗過多嘅真實情感，佢將遊戲裏面嘅親密當成係現實中嘅連結。對兩位當事人嚟講，呢一段 RP 關係似乎已經超出咗遊戲範圍。兩人雖分隔異地，綠妹喺英國倫敦，阿秋喺香港，互聯網成為連結佢哋嘅橋梁。兩人開始喺語音程式同社交媒體私下聊天，初時只係討論 RP 劇情發展，後來更多嘅係互相分享生活點滴、壓力、家庭等私事，交流越嚟越多。佢哋喺現實中嘅關係越嚟越步向友達以上，字裏行間滲透出一份未知之情，send福利圖，幻想對方洩慾，互相稱呼 BB， 言行舉止越嚟越親昵，關係越嚟越曖昧。但無論現實抑或虛擬都好，花開有時，花落有時。正如農夫隻歌所講，一段感情梗有去完嘅時候，更何況係從未確立嘅關係。7月上旬，兩人探討想從 RP 抽離，結束 RP 嘅情侶關係，但兩人似乎都對 RP 嘅關係有所留戀，故此得出一個折衷嘅結果，放置關係。呢個係兩人嘅共識。我擺喺度唔處理，一日你都係我隻狗，我願意做你隻狗。汪，你係我主人。汪，你要走可以走，唔走唔走，你自己同翻阿毒 DC 班人解釋，我唔理你㗎。好，阿秋係同意喺 RP 關係中維持呢一種特別關係，並承諾向他人解釋。
後嚟綠妹喺 RP 中選擇咗新嘅男朋友，呢個原本只係遊戲常見嘅劇情轉折，只係角色關係變化。當聊天室問起佢同阿秋嘅情侶狀態時，綠妹回應觀眾指同阿秋嘅情侶關係只限於 RP， 而且 RP 中視佢為狗公。呢度所指嘅狗公，非廣義中瘋狂溝女、對女仔死纏爛打嗰種狗公。狗公係指人加狗嘅混種生物，係阿秋為迎合綠妹嘅特殊身份稱呼。回歸正題，綠妹再指其他嘅事係佢自作多情，冇認真過。綠妹從未視阿秋為現實中嘅真正情侶，呢句話成為咗事件嘅轉折點。7月13號，阿秋得知綠妹喺 RP 中變心後，喺 RP 中發洩負面情緒，提出分手劇情。但 RP 完結後，阿秋又轉變態度，就 RP 中貿然提出分手劇情，向綠妹致歉，只提分手只係節目效果。綠妹嘅回應係唔再保持關係，阿秋可以做翻自己，佢依然會視阿秋為朋友，但係冇必要，大家以後都係唔好傾偈。面對對方冷淡回應，阿秋見綠妹喺佢嘅語音群組發放負面言論，雖冇指名道姓，但阿秋自覺係影射緊佢，佢選擇對號入座。阿秋力挽狂瀾，請求向綠妹再次對話以修補關係，但綠妹表示冇追住佢，冇主動提阿秋，冇諗過搞阿秋，你放過我啦，強調佢哋嘅關係已經翻唔到轉頭，再冇溝通嘅意義，自覺被冷暴力對待，阿秋決定以死相逼，一陣我會去輕生。綠妹最終同意，再次同阿秋通電。對話中，綠妹指時間已經唔同咗，表示兩人關係大不如前。當阿秋同對方講道理時，對方只係拋低一句我唔想聽。你有冇諗過我想唔想改？聽到綠妹嘅答覆後，阿秋情緒崩潰，心有不甘，自覺2星期嘅感情付諸流水。佢唔接受綠妹嘅講法，認為自己係被欺騙、被利用，自認為同綠妹呢一段時間係拍緊拖。自己現實中同其他女玩家打機時，綠妹就介入表示介意。阿秋為咗迎合佢嘅心意，斷絕女色。但係當綠妹 RP 中認識新男朋友時，阿秋發晦氣放負能量，換嚟嘅唔係綠妹嘅迎合，而係斷絕關係。阿秋認為咁做係綠妹對佢嘅雙重標準同情緒勒索，最終令佢心力交瘁。阿秋選擇以牙還牙，馬上展開咗一系列公開行動。首先，佢喺自己嘅直播向觀眾宣洩情緒。佢強調直播目的係防止被社群標籤死狗公、單戀發爛渣。佢自認需要先發制人，以防被污名化，影響日後個人聲譽。佢自問對綠妹真心付出，安慰對方實習同情緒問題。朝早6點接電話，扮狗公氹佢，甚至劇情中遷就對方。對方亦有分享私事交心，對佢噓寒問暖，提出送安全鞋俾佢，甚至2次提及提早回港揾佢。有觀眾嘲笑佢打機打上腦，自稱閱女無數，理論上處理男女關係得心應手，但玩 RP 就用錯真感情，成為沉船大傻仔。阿秋不甘受辱，只有證據證明自己係被勾引。佢承認自己有動真感情，但佢唔係唯一一個動情嘅人。對方唔止喺 RP 上同佢調情，而係現實中同佢互生情愫，甚至有更進一步嘅親密交流。阿秋又要喺直播中公開私信 cap 圖自保，證明自己冇講大話。面對觀眾連番質疑下，有觀眾甚至誤導阿秋指綠妹叫佢公開私信內容，但其實當阿秋猶疑公開私信之際，途中綠妹多次私信阿秋，勸喻佢私下傾，叫佢收手，唔好再小事化大，唔好將事件公開化。綠妹承認自己係有中意過阿秋，可惜阿秋再聽唔入耳。綠妹甚至親身致電阿秋，證明自己冇挑釁阿秋公開私信內容，係觀眾發放假消息。我而家聽佢 call 先，嗱，我而家問佢，你到底係咪要公開晒所有對白？我而家問你，啊！冇啊，我冇咁做啊。咁佢哋個個都話有嘅，我冇啊，我都話個 chat 做我咯，我咪同你講。你聽到啦，我即刻 cut 佢線啦。未嚟得切解釋，阿秋已經中斷咗綠妹嘅來電。受觀眾慫恿下，阿秋公開同綠妹現實中嘅私信，稱自己係被逼咁做。另一邊廂，綠妹亦喺另一個直播主嘅語音群組公開佢同阿秋嘅私信，顯示阿秋為求對話，不惜情緒勒索佢。佢根本冇打算抹黑阿秋，但欲求未滿嘅觀眾認為當中欠缺調情同勾引嘅證據，為進一步證明自己無法抽離嘅原因，阿秋公開咗佢同綠妹間最親密嘅秘密——綠妹嘅福利圖，以證明自己沉船係情有可原。你知你 cap 圖，我見到個cap 嚟做乜？上釘傳出去我就打瓜你，你信唔過我咩？昔日嘅承諾被阿秋一時嘅火遮眼化為灰燼。阿秋爭取觀眾信任嘅同時，亦係破壞佢同綠妹之間嘅信任。
兩人關係正式破裂。阿秋公開咗各種證據後，有觀眾定論佢只係被調，綠妹嘅行為係收兵，兩人講唔上係情侶關係。觀眾問我做咩唔玩同你個 CP， 你想我點答好？就算你識到第二個或者唔做，我可以順住走。人哋問就照答，我會諗到點做，又唔會令到你煩。上述對話來自於7月7號，即係綠妹同阿秋探討結束 RP 關係時，綠妹已經預示到觀眾嘅提問。7月9號，兩人再傾到彼此嘅關係 ，RP 同現實中嘅界線越嚟越模糊。我話如果你真係覺得第二個啱嘅，我冇乜所謂啊，因為係咯，你開心就得啦。我哋當係朋友都冇嘢噶，講真，真係冇嘢。但我唔想當係朋友，我都唔知啊，我覺得自己好自私，又想留住你，但係又唔想好似嗰種，即係我唔知點講。我都想留，但我想你繼續做汪汪。OK， 能流連忘返，總是情願。呢一段特別嘅關係中，兩人既冇厘清，又冇離開呢段關係，但係兩人喺現實中冇進一步確立關係。結論係呢一段唔係情侶關係，只係曖昧關係。基於呢兩個前設，綠妹喺回應觀眾提問時，係合乎佢同阿秋嘅共識。反而令人難以理解嘅係，阿秋得知綠妹言行後過激嘅反應。公開私訊後，阿秋以訓示態度面對綠妹，行到呢步冇人想，只係想你好好做人。我到而家講嘢都係諗住你。如果我啱啱唔喺咁多人面前爆，出事嗰個係我，點解要愛過你？你唔珍惜。7月15號，綠妹喺社交媒體出 post 指太 toxic， 我走先，拜拜。貼文被同為 RP 玩家嘅阿夏 cap 圖，並分享到語音群組。阿夏認為佢係扮慘下個毒男。7月16號早上，阿秋同綠妹喺語音群組就感情糾紛繼續爭論邊個冇認真看待關係，爭論邊個用負面言論輕生情緒勒索對方。儘管中途綠妹就兩人唔夾，公開道歉，但阿秋依然選擇公開更多綠妹嘅福利圖。期間群組內多人加入嘲諷，綠妹多次嘗試解釋，但被淹沒。雙拳難敵四手，百詞莫辯。直播主阿希指責綠妹唔好再扮好人，咁就只會更加肉酸。直播主阿愛附和，好彩知自己肉酸，你冇肉得酸。曾經同綠妹有過節嘅直播主阿詩，亦加把口支持阿秋，重提綠妹有暗病史，你又砌咗，分分鐘有病，人哋話過有暗病，呢啲嘢好易翻發噶。直播主阿毒曾經嘗試調停雙方，但無阻他人煽風點火，有人甚至留下惡毒咒罵渣女，祝你早登極樂。最終綠妹不敵千夫所指，選擇退出群組。阿秋同綠妹嘅事瞬間成為直播圈內茶餘飯後嘅熱話。有直播主直播時毫不掩飾拎住綠妹嘅福利圖同觀眾討論是非。阿秋並未就此罷休，隨即舉行第二次直播公審。佢承認沉船係自己問題，但堅持對方利用佢嘅善意同同情。佢指綠妹喺15號出嘅 post 係想向支持者賣慘，凝聚輿論，藉此反擊。一旦成功，佢嘅聲譽將會受損，冇辦法喺直播界或者 RP 中繼續生存。所以佢有必要舉行第二次直播，以作澄清同留底，避免輿論一面倒攻擊佢。佢廣邀其他 RP 玩家分享同綠妹接觸嘅類似經歷，強調唔只得佢一人受害，一班所謂受害人輪流喺語音群組上台作供。有趣嘅係，佢哋不約而同提到阿秋不願面對嘅事實。其實我諗人哋揾你，你都可以唔覆嘅啫。咁但係你又唔好真係好，即係好似你咁樣晒咁啊！直播越演越烈，觀眾人數越嚟越多。後嚟其他直播主阿維、阿詩、阿紫相繼介入，將新仇舊恨一併討論。阿紫無故爆出綠妹有性上癮問題，直播性質由討論兩人感情糾紛，變成對綠妹嘅集體人身攻擊。一日之間，綠妹嘅外貌、人格、感情選擇、私生活、過往，無一不成為他人嘅攻擊點。綠妹被詆毀至一文不值，眾人討論得興高采烈之際，冇人意識到一個年輕嘅生命正一步一步被推向懸崖。試想象一下，當你每一次打開手機，都見到自己嘅過往被翻出、被扭曲、被嘲笑，嗰種感覺唔係只係網絡，而係真實嘅穿心之痛。事件從遊戲中嘅小誤會，迅速演變成跨平台、涉及多人嘅大型 drama， 小圈子嘅封閉性令消息擴散得更快，亦令受害者更加難逃脫。7月17號，一日係星期三，
剛好係綠妹被解封 ban 台7日懲罰，倫敦嘅空氣中正彌漫住一股不安嘅氛圍。大約下午5點，綠妹重開直播，語氣異常平靜。原本佢打算開2小時直播，喺直播中讀出最後嘅話，表示想觀察一段時間，睇下情況會唔會好轉，他人會唔會停止攻擊。今日應該係最後一日，點解會打咗個18+contact？睇下呢2個鐘會唔會回心轉意？如果真係冇事發生，就當係道別。一陣又話我乜嘢情緒勒索？你見我由頭到尾，我反駁嘅嘢就係講翻事實出嚟，你可以 expect 佢當反駁。我私底下身邊現實嘅 friend 都有俾建議我，佢哋嘅建議都係叫我唔好再做直播。點解會有呢一個直播呢？好簡單，我攰，我都唔想再解釋啲乜嘢。我由頭到尾可以話你聽，冇偷呃拐騙。你話我吊住佢咁之類嘅嘢都算，咁呢啲好主觀嘅。對面應該都冇乜嘢可以再鋪出嚟，因為佢要鋪嘅基本上就鋪晒噶啦。累到其他某啲直播主真係唔好意思，呢一度衷心致歉。另外就係可以做嘅嘢呢，如果媽咪你睇緊我呢一個直播呢，就建議你唔好再睇啦。我愛你，媽咪。冇錯，雖然分隔兩地，但係無阻綠妹媽媽繼續關注佢女兒。綠妹媽媽係佢頭號嘅粉絲，每日朝早未返工前就會睇綠妹打機，又會聽下佢開吹水台。就算有時差，綠妹媽媽都會睇返晒所有重播，跟住夜晚就同綠妹嘅阿哥分享下佢打機識咗啲咩人，今日做咗啲乜嘢嚟。由原本擔心綠妹做傻事，到開始笑住睇佢直播。雖然綠妹開始講埋啲奇奇怪怪嘅嘢，又學人跑馬，又多粗口，講嘢又串工，但起碼佢係開心咁享受緊。綠妹嘅直播，除咗係解9600公里外嘅思念之情，亦係令綠妹媽媽放下心頭大石。應該一陣間呢個嘢真係永 ban 啦。其實我已經諗咗好耐噶啦。今朝呢度都有好多嘅 mental health team 或者醫生過嚟，咁你話我黐線都好啦。我1年前就開始俾我自己個腦嘅 condition。咁亦都有自己嘅 mental health， 即係講話所謂嘅情緒病。但係我個情緒病係因為內分泌有問題，我從來都冇諗過話攞呢一個嚟做藉口。我都相信對面冇乜籌碼噶啦，咁啊自證清白咯。我唯一做錯嘅就係我太信任佢，跟住好多嘢都講咗俾佢聽，咁然後連累到其他人嘅呢樣我真係做錯咗嘅。你話我唔係真心對佢呢？我係真心對佢嘅。咁啊，DC account 已經 delete 咗，咁然後 IG account 都 delete 咗噶啦。咁私人 account 咧都 delete 晒所有 follower 同追蹤。咁廢話唔講咁多，聊天室入面有唔同嘅觀眾留言，有啲係關心，有啲則繼續窮追猛打，指責綠妹依然喺度情緒勒索，甚至有慫恿嘅言論，壓力持續累積，綠妹最終承受唔住巨大嘅壓力。有時都諗自己係點走，會揀約下或者還手。最終喺直播進行咗約10分鐘後，佢走向浴室結束生命。直到最後一刻，有觀眾依然喺聊天室力勸綠妹停手，但係文字嘅力量驅散唔到綠妹嘅心灰意冷。短短幾分鐘後，直播畫面中斷，直播平台迅速反應，將整個頻道封禁，下架所有相關內容。嗰一刻，好多正收睇緊嘅觀眾仍然未敢相信眼前發生嘅事。佢哋意識到呢啲唔係劇情表演，唔係節目效果，而係真實發生嘅一個生命正喺眼前逐點流逝。就算相隔千里，有觀眾依然鍥而不捨伸出援手。佢哋冇放棄拯救命懸一線嘅綠妹，佢哋立即聯絡同喺英國居住嘅香港直播主 R 小姐。R 小姐馬上報警求助，遺憾係警方到場時已經太遲，綠妹一度陷入昏迷，最終離開咗呢個世界。佢用最後一次直播結束咗自己承受嘅一切。事件發生後，關心事件嘅網民湧進討論區，出事片段一度於網上瘋傳。唔少網民睇完相關片段後，表示不安、震驚，甚至徹夜難眠。有唔知情嘅網民起初質疑事件真偽，一位聲稱係綠妹哥哥嘅網民出現，要求管理員剷除相關貼文。其他網民一度以為有人想禁聲、淡化事件。呢位網民解釋只係唔想嚇親大家，希望網民尊重翻佢阿妹。佢嘅認知符合後來公開嘅資料，網民好大程度相信佢就係綠妹哥哥本人。直到台灣媒體搶先報道事件，加上綠妹哥哥出言助證，而協助報警嘅 R 小姐事後亦有開直播交代，印證真有其事。當綠妹嘅離世已成事實，討論風向轉向為還原事件、追究責任。網民期待可以還綠妹一個公道。首當其衝嘅係事件發起人阿秋，佢被指責係元兇。
7月18號凌晨，阿秋開直播交代事件，佢表示自責，否認有意逼到綠妹離世。佢承認自己嘅行為可能有問題，就當係佢問題。佢重申好愛綠妹，好後悔，寧願受傷過係我，唔係你。呢一番說話滲出一種莫名嘅突兀感。其後阿秋嘅直播台被 ban。7月19號，事件於討論區迅速發酵，阿秋成為眾矢之的，失去宣泄渠道嘅阿秋，轉到直播主阿毒嘅語音群組，為自己抱不平，指自己原本打算私下同綠妹家人道歉就算，但係網民斷章取義屈佢，佢一時又承認錯誤，指自己係對唔住當事人，轉頭又話當事人逼佢開台，佢都控制唔到自己，前言不對後語，更莫講係悔意。你想我收手，就叫連登班人放過我，我講嘅對得住天地。阿秋最後公開咗所有同綠妹嘅私訊記錄，交由大家判斷對錯。群主阿毒基於尊重綠妹家屬意願，關閉該群組留言功能。一直見證事件發生嘅阿毒，隨後亦向綠妹家人致歉，承認錯誤。有網民認為阿秋嘅語言藝術掩護咗有極端自我中心、扭曲價值觀嘅經典電視劇人物丁蟹，兩人如出一轍，擅於諉過於人，口講一套，做另一套。面對阿秋嘅言論，綠妹哥哥回應：我唔會話我個妹一定冇錯，每個人都有啲過去，唔想俾人知，只係覺得好可惜，俾條心智得12歲嘅粉腸逼到輕生，真係好心痛。你都係慳翻啖氣啦，做人唔成熟我都算，做埋啲弱智行為，影衰我個妹。我最初就係冇叫佢唔好同你啲咁嘅人玩。有時有啲嘢唔係話你事後覺得做錯咗，後悔或者道歉就有用，你都唔使嘥心機，私底下揾我哋。稍為智力正常嘅都知你而家做緊啲乜嘢啦。你嘅道歉真係唔使啦，雖然你都冇道過歉，你做過啲咩事你自己知啦。一直都係用埋嗰啲我有打俾佢，我有諗住挽留救佢嗰啲說話，你最尾都係想帶個風向，話我個妹勾引你，你控制唔到自己，佢有權可以，但係唔 block你，之後推晒落我個妹嗰度啊嘛。至於有關於我個妹之前嘅事，我或多或少都有聽過，但係如果咁就要開個台嚟公審嘅，只係想問有冇必要開台講？有啲嘢當你係好朋友同你講，唔代表你有權可以同人唱通街。反咗面仲要攞嚟同人討論，呢種行為可以同你講，反面好正常。我相信你哋私下討論都未必會發展到咁，打得出公海就唔好以為唔關自己事。你以為抽下水笑下，人哋唔係咁睇。cap 啲私 chat 出嚟，覺得就證明到自己清白嘅，我會建議你做人都係成熟啲，唔好講咩你有權 block 咗當睇唔到。我唔覺得據理力爭有咩錯，錯嘅只係佢唔夠你哋人多，同埋用呢種方法控訴你哋。令人驚奇嘅係，有直播主事後繼續支持阿秋做法，有一部分參與公審者則表現出佢哋想抽身、扮無辜、擺出冷血嘅態度，更指責網民唔好說三道四，唔了解就唔好扮清高。網民鍥而不捨嘅問責，唔係要求涉事人士以命抵債，佢哋只係要求涉事人士真誠向家屬道歉、停台反省，為自己嘅言論負責，承認錯誤，而唔係若無其事繼續開台打機。有人裝作歌舞升平，有人亦願意為錯誤負責。曾經參與第2次直播公審嘅阿維率先向綠妹哥哥致歉，重提綠妹有暗病嘅阿詩則委託其他人向綠妹哥哥道歉，稱自己已受到良心責備。其後開台時承認自己口德有問題，但冇份造成綠妹嘅結局。綠妹哥哥稱收到唔同相關人士道歉，但佢無法代妹妹接受道歉。唔該大家諗清楚，唔好覺得玩玩下就算，始終唔係每個人嘅抗壓程度都一樣。到人走咗，我哋真係有咁嘅打算，你想救嗰陣都唔會救得到。我亦收到某幾位 PM 嘅道歉，不過就如我覆翻佢哋所講，人都離開咗，我唔打算翻舊賬，將所有人拉落水。不過你哋自己講過啲乜嘢，有幾多影響，你哋自己知啦。你一句半句，佢一句半句，加埋就唔少嘢。我唔係咩大善人，我個妹接唔接受你哋道歉，我就唔知。反正呢幾日我睇到嘅係唔出聲嘅，攞嚟 make noise 嘅賤人。我希望佢哋長命百歲，百病纏身。唔該唔好，人走咗都騷擾我個妹。有啲人有道歉嘅，有悔意嘅，道咗歉自己會好過啲。我明，我又唔會逼人道歉。反正有啲人都唔覺得有問題，過到自己良心，瞓到覺，你咪叻咯。佢表示冇放棄追究，即係暫時未有心力同情緒，要安頓一切後再決定下一步。7月20號，綠妹家人到埗英國，隨後幾日佢哋開始處理綠妹身後事。7月22號，阿秋喺社交媒體公開向綠妹同佢屋企人道歉，承認一直以嚟所有嘅言行都係佢嘅錯，佢將會從此消失。但面對網上嘅一面之詞，佢實在心有不甘，再次公開對話備份，待大眾自行判斷佢到底係咪想逼綠妹入絕路。綠妹哥哥冇正面回應阿秋，
佢正着眼於同綠妹作最後道別。綠妹哥哥表示，綠妹瞓得好安詳，待火化後就會帶佢翻屋企。另一方面，綠妹哥哥曾同英國警方見面，交代事件細節，能否從法律層面問責依然係未知之數。佢感激同理解網民一直對事件關心。出到嚟社會就冇一條囉可以令到欺凌者受懲罰，有啲嘢係明知大機會冇用，但我真係唔覺得坐喺度對件事有咩幫助。我大不了可以唔上嚟唔出聲，但我覺得我係有責任令件事唔會扭曲我個妹嘅意願。執拾完綠妹嘅遺物，將綠妹未寄嘅明信片一一轉達，依樣係作為哥哥最後一件能夠為阿妹做嘅事。阿秋喺公開道歉貼文後剷除咗社交媒體賬號，綠妹哥哥亦冇再更新後續，事件就此告一段落。隨時間推移，慢慢退出大眾嘅討論。出事前，綠妹喺英國正攻讀物理治療，處於實習階段嘅佢，距離畢業只差1年。喺課堂外，閱讀同創作音樂係佢打發時間嘅不二法門。佢閒時大多留喺住所，社交圈子狹窄。我個妹平時點都會撐到行，如果冇呢個病嘅，根本攔佢唔到。綠妹面向熟人時表現得自信，又傾得又玩得，同一般妙齡少女無異。但私下嘅佢自然係比較怕陌生，有社交恐懼，難以同人相處。內向嘅性格可能源自於家族遺傳。綠妹遺傳咗父親嘅自閉症，加上有母系遺傳弱聽，佢同人講嘢嘅時候會好大聲，變相令佢唔中意同人傾偈。相反，直播正正提供咗一個合適嘅渠道，因為佢唔需要聽人講嘢，佢只需要對住冷冰冰嘅機器，單方面展示自己，專注於遊戲世界。當一切看似美好，點知係出事前1年，綠妹臨返香港時，突然向哥哥提出意想唔到嘅請求：阿哥，我唔想消失啊，可唔可以幫我約個精神科醫生？家人隨即帶佢睇醫生。綠妹確診混合焦慮抑鬱症，正式展開藥物治療。父母有問過佢要唔要停學1年休息，但佢選擇咗繼續讀書。佢認為自己係合適可以返學，並會揾翻英國學校方面嘅醫生繼續觀察。佢認為有啲嘢做，個腦就唔會亂諗嘢。家人都唔想綁住佢，最終決定尊重佢嘅意願。阿秋係少數綠妹願意向佢提及病情嘅人。綠妹都唔知點解會對佢越講越多。喺兩人交流中，綠妹冇將情緒病掛喺嘴邊，佢反而經常鼓勵阿秋，讚佢係曾經頗有名望嘅直播主，讚佢係一個有一技之長嘅人，不斷喺佢陷入情緒低谷時喚醒佢嘅自我價值。從主動鼓起勇氣尋求協助，到繼續堅持學業，可見綠妹依然緊抱活下去嘅動力。到底係乜嘢原因令佢悄悄地放手呢？雖然冇辦法完全讀取綠妹嘅思緒，但從環境因素嚟睇，並唔係無跡可尋。出事前夕，綠妹曾經透露實習未如理想，學業壓力龐大，一直陪伴在身邊嘅寵物被短暫接走。直播因為違規被 ban 台7日，佢接二連三遇上不幸事件。就喺呢個時間，連原本一直分擔生活點滴，以為可以信賴嘅伙伴，都選擇背棄佢。網上充斥住對佢嘅指罵，學業、寵物、興趣、社交。綠妹短時間內失去所有寄託之處，身邊冇一個實體伙伴陪伴，綠妹陷入孤立狀態。加上若無定時，正向思考被抑壓，冇辦法消化抑鬱。如果佢用一個平靜嘅語氣去講佢最後嘅話，佢應該呢幾日真係受盡折磨。情況就如玩轉老朋友中，當支撐人格價值嘅小島一一崩塌，最終令主角艾莉做出越軌行為。綠妹今次無法再把持活着嘅勇氣，最終可能引致佢做出脫軌行為。回顧綠妹同阿秋嘅衝突，一切起因可能源自於邊界感嘅問題。首先被打破嘅係現實同虛擬嘅界線，兩人違反 RP 規矩，將 RP 情感帶到現實，又將現實糾紛延伸到 RP， 令兩個身份嘅事容易被混為一談。其次被僭越嘅係朋友同情人嘅界線，隨住兩人喺現實中交流越多，雙方均有投入感情，表示出曖昧不明嘅取態。女方做出私密嘅調情行為，容易被人感覺有進一步發展嘅可能。男方得知女方更多身世後，萌生出一種病態嘅保護欲，過度承擔責任，覺得自己身為前輩有責任教好後輩，甚至強行說服他人聽從自己，但就忽略自己嘅承受程度，不斷接受負能量。當被他人拒絕自己嘅好意時，好意隨即變成惡意，瞬間就情緒崩潰，自覺情感付出被糟蹋，但就冇反思，冇為自己嘅心理設下界線，自我保護意識低下，談何保護他人呢？冇反思他人係咪需要呢啲好意，最後用愛包裝一切行為，美化自己。但雙方從無確立彼此關係，特別係兩人係一場網戀，喺冇任何實體接觸下，透過口頭或者文字確立關係就變得更加重要。結果係雙方都冇踏出多一步，又冇離開關係，維持曖昧關係，
感情問題係冇絕對，只有一個願打，一個願捱。第三，被打破嘅係公事同私事嘅界線。兒女私情係兩個人嘅事，唔涉及公眾利益。當涉事人將問題搬到公開層面，為嘅唔再係解決問題，而係挽回個人聲譽。其他局外人不單冇克制言語，置身事外保持距離，交由當事人自行解決，反而係參與挑撥是非，小事化大，導致兩人關係無法回頭。第四，被打破嘅係直播主同觀眾嘅界線。直播主舉行公審解決私事，企圖用輿論勢力斷定對錯，只有少數觀眾力勸直播主私下解決，大部分想食花生嘅觀眾則起哄推波助瀾，要求直播主爆更加多料，令情況一發不可收拾。仲直りの秘訣はちゃんとお話しすることだっぴよ。お話がハッピーを生むんだっぴ。現實世界冇章魚必，冇輝夜姬為大家帶嚟美好嘅結局。宇宙有千千萬萬粒星，千千萬萬鬧交嘅理由，有千千萬萬幸福嘅人。望住同一片天，同一粒星，我想提提你，如果你掛住我，就打開隻窗望住個月亮啦。呢段獨白來自於綠妹作嘅歌。綠妹本該有更多時間探索現實中嘅可能性，但係而家佢嘅故事永遠停咗喺2024年7月。今集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享受着心酸，纷乱的光线里，我闭上眼去看。